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奇觀探秘站。今天我們要揭開一段隱藏在佛經中的震撼預言。地藏王菩薩曾在忉利天宮的法會上，對未來修行人發出一聲深沉的嘆息。他說1300年後，修行人會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，這個錯誤將讓無數人與覺悟失之交臂，甚至讓他們在精進中背離佛法的本質。是什麼樣的迷思，竟讓諸佛菩薩都感到憂心？末法時期的修行人又該如何自省？讓我們一起走入地藏王菩薩的智慧之光，探索真相。那是在一個寂靜的夜晚，忉利天宮中莊嚴肅穆，釋迦牟尼佛與眾多菩薩羅漢雲集於此，為已故的摩耶夫人說法。佛陀面露憂色，對在座的大眾說道：我觀未來眾生，心中實在難安。末法時期的修行人會不知不覺中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，把修行完全搞錯了方向。這話一出，在座的菩薩們都露出關切的神情。彌勒菩薩問道：世尊，未來眾生會遇到什麼樣的困境？佛陀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看向了地藏王菩薩。地藏，你度化眾生無量劫，對眾生的根基最為了解，你來說說看。地藏王菩薩從座位上站起來，手持石像，神情凝重。世尊，末法時期的眾生會特別容易陷入一個巨大的迷思，表面看在精進修行，實際上卻是在不斷遠離佛法的真義。這時，一位天人忍不住問道：地藏菩薩，什麼樣的誤解能讓精進修行的人反而遠離佛法呢？地藏王菩薩說：我講一個真實的例子，在我度化眾生時，遇過一位叫善明的修行人。他是個非常用功的修行者，走遍天下，尋訪名師，足跡遍布五台、峨眉、普陀等聖地。他能背誦整部大般若經，對各種佛學理論也都了如指掌。每到一處，他都要向當地的大德請教，記下他們的開示。這不是很好的修行方式嗎？有天人不解地問。地藏王菩薩搖搖頭，表面上看，他確實很精進。但有一次，一位老修行人問他：你修行這麼多年，能否說說你的心有什麼變化？善明愣在那裏，說不出話來。老修行人又問：你累積了這麼多知識，可曾在生活中用上一分？善明更是無言以對。文殊菩薩在一旁感嘆道：這就是重氣輕道啊！地藏王菩薩點點頭。善明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收集知識、參訪名師上，卻從來沒有把這些落實到自己的內心。他就像一個收藏家，把各種珍貴的法門都收集起來，卻從來不去使用它們。佛陀補充說：就像一個飢餓的人，整天忙着收集食譜，卻不吃飯；或是生病的人，把所有的藥方都背得滾瓜爛熟，卻不去服藥。地藏王菩薩繼續說道：更嚴重的是，善明因為學識淵博，開始在各處說法。他能說得頭頭是道，引經據典，可是他的內心仍充滿嗔恨、傲慢。每當有人質疑他的見解，他就會發怒；每當看到別人的成就，他就會嫉妒。觀世音菩薩也開口說道：這就是末法時期最大的問題。很多人把修行變成了知識的累積，把佛法變成了理論的探討，卻忘了修行的真正目的是轉化自己的心。地藏王菩薩說：善明後來遇到一件事，徹底揭露了他修行上的問題。有一天，他的一個弟子在整理經書時，不小心把墨水打翻在他最珍愛的古版《金剛經》上。善明當場大怒，不止痛罵弟子，還把弟子趕了出去。這時，旁邊一位老農夫說道：大師，你能背誦《金剛經》，可經中說的無我相、無人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你做到了嗎？這句話讓善明羞愧難當。普賢菩薩說：這就是修行中的大迷思。很多人把經書當作知識來學習，把佛法當作理論來研究，卻忘了佛法是用來轉化我們的心。他們在經書上費盡心思，在理論上鑽研不休，卻對自己的起心動念毫無覺察。地藏王菩薩繼續講道：後來善明在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經書散落一地。就在他手忙腳亂地收拾時，一陣風吹來，把經書吹得到處都是。這時，一個放牛的老人走過來，看着狼狽不堪的善明，慢悠悠地說：大師，你收集了這麼多經書，可曾想過，真正的佛法不在這些紙上，而在你的心中？這句話如同驚雷般擊中了善明，他呆立在那裏，往日引以為傲的學識，在這一刻變得毫無意義。
他突然意識到自己這麼多年的修行都走錯了方向。地藏王菩薩說，這個老人點出了修行中最關鍵的問題。1300年後的修行人會比善明的情況更加嚴重，他們會把所有精力放在表想上，卻完全忽略了內心的轉化。佛陀開示道，末法時期的眾生會特別容易陷入4個迷思。第一，把知識的累積當作智慧的增長。第二，把形式的完備當作修行的成就。第三，把表想的精進當作內在的提升。第四，把理論的通達當作實際的證悟。文殊菩薩補充道，就像有人整天研究地圖，卻從未真正踏上旅程；有人不斷更換船隻，卻始終沒有渡過河流。他們以為掌握了方法就等於達到了目的，這是多麼大的誤解啊！觀世音菩薩說，真正的修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。當貪心生起時，能夠覺察；當瞋心升起時，能夠放下；當我執顯現時，能夠反省。這才是修行的真實功夫。普賢菩薩也說道，很多人會迷失在各種修行方法中，卻忘了方法只是工具，不是目的。就像過河需要船，但到了岸邊就要離開船一樣。如果執着於船不肯下船，反而永遠到不了彼岸。地藏王菩薩繼續說，未來的修行人會特別執着於形式，他們會以為拜佛多少支香有多少功德，誦經多少遍就有多少智慧，參訪多少大德就有多少正量。可是如果內心沒有轉變，這些都是徒勞。這時彌勒菩薩問道，那麼真正的修行該怎麼做呢？佛陀開示說，真正的修行要在柴米油鹽中見性，在待人接物上用心，不是要離開人間追求什麼玄妙的境界，而是要在平常日用中時時覺察自己的起心動念，處處與法相應。就像善明後來的體會，他放下了所有的經書，開始注意自己的內心。每當貪心生起時，他就想起《金剛經》中的無我相；每當瞋心升起時，他就憶念慈悲喜捨。慢慢地，他的心開始發生了真實的變化。有一次，他的弟子又不小心打翻了墨水。這一次，善明不但沒有生氣，反而安慰弟子說：沒關係，墨迹是無常的，覺悟的心才是永恆的。這時，他才真正了解佛法的真諦。佛陀最後說，末法時期的眾生最需要警覺的，就是把方便當作究竟，把工具當作目的。真正的修行不在於你掌握了多少方法，而在於你轉化了多少煩惱；不在於你累積了多少知識，而在於你放下了多少執着；不在於你參訪了多少大德，而在於你改變了多少習氣。地藏王菩薩說，我以大願力觀察未來，看到很多修行人會因為這個迷思而延誤道業，希望他們能記住，經書是指月之子，大德是路上的指路人，法門是渡河的船筏。真正的佛法就在你的起心動念中。各位觀眾朋友們，地藏王菩薩的開示讓我們警醒，修行的關鍵不在於外在的形式與繁雜的知識，而在於內心的覺悟與轉化。佛法如明燈，照亮的是每個人的心靈深處；修行如航行，終點是彼岸的智慧與慈悲。願我們每個人都能在日常瑣事中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，將佛法落實到生活的每一刻，真正走上覺悟的坦途。感謝觀賞本期的奇觀探秘站，我們下期再見。